今仔日伫礼拜日，主日，咱个会当三甲组织伫遮敬拜，学了咱的上帝，透过咱的诗歌，透过咱的祈祷，透过咱的敬拜，透过咱对礼拜每一个天数，搁一摆和上帝有相亲近的机会。愿上帝赐福伫咱早起时的礼拜，也愿上帝赐福伫咱每一个愿意分别家己的时间来到伊面前的兄弟姊妹。愿今仔早起时正做是一个荣耀的敬拜，也愿今仔早起正做是一个领受新的祝福的一日。愿上帝赐福予咱每一个人。伫开始今仔礼拜，开始今仔敬拜进前，也愿邀请大家做伙来祈祷。为着今仔早起时的礼拜，为着家己的准备心来祈祷，求上帝帮咱，互咱通专心伫伊的面前来敬拜阿罗伊。所以头一项，咱为着咱家己的心来准备来祈祷，求上帝帮助咱。可能咱即马内心内阁有一寡在挂虑、在烦恼的代志，阁有一寡在想的代志，但求上帝帮助，互咱当爱到伫礼拜堂。来到主日的时阵，就安静咱的心，专心来敬拜伊，专心伫在伊的面前来学乐伊。所以咱做伙伫礼拜开始进前，敬拜开始进前，咱为着家己准备的心来祈祷，准备好今仔早起时，咱每一个人来到伊的面前来敬拜学乐伊。所以一开始邀请大家为着家己的准备心，准备来敬拜上帝，咱做伙来祈祷，做伙开嘴来祈祷。主啊，感谢你，感谢你，搁一个引带阮来到伫你的面前。主啊，互阮每一个人通安静阮的内心，互阮通较无带着一个热切的心来到伫你的面前。主啊，透过今仔早起时的主日，搁一摆，互阮通和你有真实的关系，和你有真实的相拄，互阮的性命搁一摆来因为这个礼拜和你来敬拜的过程，互阮会当搁较明白你，也搁一摆来经历阮的性命。主啊，感谢你，甲阮每一项三甲地地帮助阮，互阮通伫今仔早起时的礼拜，搁一摆领受对主你来的祝福，对主你来的平安。主感谢你，主感谢你。咱嘛为着过去这个礼拜，上帝伫咱的生活中所享受的一切的平安，一切的带领。咱献上感谢，感谢上帝的带领。伫过去的一礼拜，无论对着啥物代志，拢有伊的看顾甲保守，互咱通经过到伫今仔日，通伫遮来敬拜阿罗伊。咱嘛为着过去一礼拜所发生的所有的代志，咱来献上感谢，嘛来献上阿罗，咱做伙开始来祈祷。主啊，感谢你，感谢你，感谢你过去的带领，感谢你过去的引带。无论拄着啥物款的境遇，主相信拢有主你美好的安排。主啊，感谢你，搁一摆伫阮的生命中所藏一切美好的代志，也主感谢你，互阮通经过这个代志，犹原通带着一个热切的心来到你面前来敬拜，来学了你。主啊，感谢你，主啊，感谢你，主啊，学了你，主啊，哈利路亚，主感谢你。咱嘛为着早起时的礼拜来祈祷，为着早起时所有礼拜的天数来祈祷，对一开始的敬拜，对圣诗，对祈祷，对圣经，对透过献诗讲道，透过咱的奉献，透过咱所有一切回应，伫早起时所有礼拜天数中，看见上帝的恩典，也看见上帝的荣光伫这个内面。咱为着早起时的礼拜天数，为着早起时礼拜来祈祷，咱做伙开为着早起时的礼拜来祈祷。主啊，感谢你，为着阮早起时的礼拜来祈祷。主啊，求主你来帮助，求主你来引带，你的圣心就充满伫阮的礼拜内面，充满伫阮的这教会内面，互阮透过今仔早起时的礼拜，每一个天数，搁一摆看见着主你的恩典，看见主你要对阮所讲的话，透过每一个天数，主啊，要看见你的祝福就伫这个内面。主啊，感谢你，主啊，感谢你来引带规个礼拜，引带阮规个天数，拢有你的带领。主感谢你，主感谢你。咱嘛为着早起时服侍同工来祈祷，为着早起时敬拜团来祈祷，为着早起书会者来祈祷，讲道者祈祷，服侍同工、招待同工，为着交通团队所有的服侍人员，无论是伫敬拜中心，还是伫教育中心遮主日学的老师，所有一切的服侍，拢有主的保守加引带，拢有主的气力。咱做伙开喙的早起是所有
的活塞同工，为着因来祈祷，咱做开出来为因祈祷。啊，主啊，感谢你，为着早起时所有的活塞同工来祈祷。主啊，你竞选每一个人来成做你合用的器具。主啊，求你使用每一个活塞同工，无论伊伫什么所在。主啊，求你的气力着甲因三脚地地，主你的智慧嘛甲因三脚地地，好因所做一切的活塞，拢是为着主你的荣光。主啊，帮助因，互因伫活塞当中，搁一摆看到主你的恩典，主你的保守，互因透过今仔早起时因所做的活塞，互规个礼拜的天数，因所做的事工拢会当来顺利来进行。主啊，感谢你，从早起时的礼拜所有的活塞当工，交托伫主你的手中。主感谢你，主感谢你，主感谢你。今嘛像是今个礼拜嘛是咱的上年的主日，求上帝帮助咱教会的上年团契，为帮助遮的长辈，因早起时嘛要透过因的歌声来敬拜俄罗上帝，唱出因对上帝的认捌，因对这个信仰看见水的所在，嘛为着遮的长辈，咱为因来祝福，叫上帝来帮助因，互因有健康的心灵。咱做伙开喙着上年早起时的活塞，为着遮的长辈，为着因的心灵，咱做伙开喙来祈祷。主啊，感谢你，主感谢你，互咱教会有侪的长辈伫阮的教会，诚做是咱是阮真好信用的模范，互阮通伫因的心上来学习。主啊，帮助因，互因伫因的心灵拢得到主你的平安，得到主你的保守，有主你的看顾。特别因囝有侪的服侍，求主你帮助因，特别是因要透过因的歌声来唱出因对主你的认捌，对主你的信仰。主啊，帮助因透过因的诗歌嘛，互阮搁一摆来听见，嘛来领受主你的恩典，你的祝福。主啊，帮助遮咱教会中上年团契，咱教会中每一个长辈，甲因三脚地地。主感谢你，主感谢你。咱嘛为着咱教会中其他的小组、牧区所推行的遮的事工，为因来祈祷，求上帝帮助，互遮的小组、遮的牧区。所有的团契，因在推行事工、在进行的时，也拢有主的保守引带，特别已经进入到伫最后的3个月，今年已经要结束啊。但最后这3个月有侪活动，有感恩节活动，有圣诞节活动，有侪活动。求上帝使用遮的小组、遮的牧区、遮一切所有的兄弟姊妹，当互因透过遮的牧区、遮的小组所推行的一切活动，拢会当领受到主的恩典，领受到主的疼痛。咱做伙开喙着咱教会所有的牧区、遮的小组，咱为因来祈祷，互因所推行的一切拢有主的引带甲保守。咱开喙来祈祷。主啊，感谢你，为着咱教会中所有的遮的牧区、遮的小组来祈祷，为着教会侪的事工来祈祷。主啊，求主你来帮助引带，互每一个所推行的事工，主啊，你的圣心就充满伫内面。主啊，你的同在在这个内面，互所推行一切事工，主啊，拢要来诚做是一个荣耀的记号。主啊，透过这所推行一切事工，要诚做是一个福音的出口，来帮助侪人透过这个活动，透过这个事工，会当更较来认捌你。主啊，帮助伫这个内面。主啊，感谢你，主感谢你。特别伫后礼拜，咱的教会嘛有一个非常重大的事工要进行，就是后礼拜要进行中一的改选，求上帝来帮助伫后礼拜的改选内面，有上帝的引带，透过这届的改选，或者受选的新的种子来诚做合用的器具，伫教会内面诚做每一个兄弟姊妹，诚做教会的帮助。咱做伙开喙为着后礼拜中一个改选来顺序，也为着这所有要受选的这的中一的候选人，为因来祈祷。咱做伙开喙来祈祷。主啊，我们将后礼拜的中一个改选交在主你的手中。主啊，求主你来引带，求主你来帮助。主啊，你竞选这侪人来诚做主你合用的器皿，求主你来帮助因，互因。无论是对一个来受选，主你拢使用因，拢帮助因，诚做是教会的祝福，诚做是咱兄弟姊妹的祝福。也求主帮助，互这一切的改选的顺序、改选的过程，一切顺序拢交伫主你的手中。主啊，
谢恁到三甲地底，主感谢你。那么为着咱教会最近咧推行非常重要的事工，就是幸福小组这个福音的事工来祈祷，已经有几个小组已经开始几个礼拜。求主继续帮赞，继续引带，特别伫遮新的朋友来到伫教会，来到伫这幸福小组的时阵，因的心通互拍开，因的心通来明白着这个救主，求主来帮赞，也为着遮的同工来祈祷，伫准备遮的幸福小组实在是一个非常辛苦的代志。求上帝帮赞因，互有教业的开力，互因伫服侍过程。嘛，不只是帮助着这新的朋友认捌着信仰，互因这的同工嘛，搁一届认捌因家己对上帝的信仰。咱作为开喙为着幸福小组的事工来祈祷，为着这新朋友来祈祷，为着这服侍同工来祈祷，咱作为开喙来祈祷。好，主啊，感谢你，主感谢你，为着这幸福小组的事工、福音的事工来祈祷。主感谢你，互阮有这个参与推行福音的机会。主啊，透过幸福小组。我看见有侪新的朋友来到伫教会，来到伫小组，主啊，你感动因的心，拍开因的心，互因通真实来认捌着这个信仰，互因透过这个信仰，会当互因的生命得到更新，得到改变。主啊嘛，为着这服侍同工来祈祷，互这服侍同工透过幸福小组的服侍，互因的生命嘛，搁一届会当来扩展，透过这个幸福小组的过程，互因嘛搁较会当来认捌主你的奇妙的恩典。主感谢你，主感谢你。咱嘛继续为着咱的国家来祈祷。咱的国家最近嘛要面对一个非常重大的挑战，就是过几个月了后，要面对总统的改选。咱看见伫最近已经有侪的新闻，有侪伫台湾看见有侪伫混乱的代志开始咧产生。求上帝帮助咱的国家，帮助咱的人民，伫这个选举的内面，互咱拢有一个平安平稳的心，嘛互咱透过要来的这个选举，嘛互求上帝，互咱看清楚，互咱求上帝，互咱通明白，什么是咱爱选择的，互咱通了解什么款。人会当继续带领咱的国家，会当来继续来向前。但是上重要求上帝帮助，求上帝来引带咱的国家。若是要上帝伫咱的国家来引带，咱的国家袂得到真实的平安，袂得到主的恩典。求上帝来引带咱的国家，引带咱的社会，引带咱每一个人民。咱为着咱的国家，特别为着要刷来这个总统的选举，咱来祈祷，求上帝来引带，上帝来带领，咱做伙开出来祈祷。主啊，求你帮助伫阮的国家，特别伫过几个月要开始总统的选举，求主你来放落这个平安，放落主你的恩典伫咱的国家。虽然伫这个选举的过程，可能有侪混乱，有侪吵闹的代志，但主啊，求你来，互阮伫这个选举内面看见主你的心意是啥物，带领阮的国家，互阮的国家行往一个你所欢喜的所在。主啊，祝福伫阮的国家，带领伫阮的国家。咱嘛为着不只为咱的国家来祈祷，咱嘛为着这个世界来祈祷。咱看见这个世界有侪混乱的代志，特别咱看见最近有战争在发生。求主帮助，将伊的和平赏赐伫这个地上，或者受苦的百姓通得到安慰，或者受苦的百姓通得到主的保守。咱做伙开喙，为着这个国际。侪混乱、战争的代志，咱开出来祈祷，求上帝的和平、上帝的平安，真实临到伫每一个需要人的身上。咱做伙开出来祈祷。主啊，感谢你，主啊，阮为着伫这个国际中，咱看见有侪战争、混乱的代志来祈祷。主啊，你是和平的主，主啊，你是平安的主，求主你赏赐你的平安、和平伫这个世界当中。主啊，阮相信你要愿意看见伫这个混乱的发生。主啊，求主你来帮助，特别是伫遮受苦的人民的身上，主啊，看见有哀伤的代志在发生，但主啊，求你来医治因，来互因通看见着主你的平安伫因的身上。主啊，求你来帮助，互这一切通来伫主你的掌管内面。主啊，感谢你，主感谢你。主啊，阮
搁一摆来到你面前来向你献上阮的祈祷。主感谢你，因带阮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阿了你。主这是何等幸福的一项代志，因阮受拣选，诚做是你的囝儿，有份伫你的国度内面，有份通伫遮学乐，伫遮敬拜。主啊，帮助阮，伫今早起时透早的时来敬拜学乐，互阮拍开阮的心，也拍开阮的耳孔，拍开阮的目睭，搁一摆看见着主你新的恩典、新的恩膏，赏赐伫阮每一样的生命内面。主感谢你，愿今早起时诚做是一个荣耀、荣光的敬拜，到每一个兄弟姊妹三甲弟弟，愿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名来求，阿门。这是咱邀请每一个兄弟姊妹为你的座位站起来，咱做伙来敬拜，学咱的上帝。咱用这条诗歌，咱来学咱的上帝，透早起来来学了主，咱做拍手来学咱的上帝。透早起来学了主，透早起来学了主，因为透早起来遇到耶稣，我心内有平安。透早起来学了主，透早起来学了主，因为透早起来遇到耶稣，我心内有平安。透早起来学了主，透早起来学了主，透早起来学了主，因为透早起来遇到耶稣，我心内有平安。透早起来学了主，透早起来学了主，因为透早起来遇到耶稣，我心内有平安。我将我的生命交托伊，因为伊是赏赐平安的主。我将我的一切仰望伊，因为伊是创造万物的主宰。透早起来学了主，透早起来学了主，因为透早起来遇到耶稣，我心内有平安。透早起来学了主，透早起来学了主，因为透早起来遇到耶稣，我心内有平安。我将我的生命交托伊，因为伊是赏赐平安的主。我将我的一切仰望伊，因为伊是创造万物的主宰。透早起来学了主，透早起来学了主，因为透早起来遇到耶稣，我心内有平安。透早起来学了主，透早起来学了主，因为透早起来遇到耶稣，我心内有平安。透早起来学了主，透早起来学了主，透早起来学了主，因为透早起来遇到耶稣，我心内有平安。透早起来学了主，透早起来学了主，因为透早起来遇到耶稣，我心内有平安。我将我的生命交托伊，因为伊是赏赐平安的主。我将我的一切仰望伊，因为伊是创造万物的主宰。透早起来学了主，透早起来学了主，
咱着见到耶稣的时，咱着更加得到平安甲稳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是主，咱相信，搁一摆伫早起时来邀起咱的上帝，咱要搁一摆看见咱的心要互上帝来引带，搁一摆看见上帝稳定甲听从。心安静，伫你面前，我聆听下，听你的声。我心安静，伫你面前，我聆听下，听你的声。我的无声。我心所听，放了家己，予你引带。你是信实的上帝，你是永远的接伴。有你引带，我拢总免惊。你的手轻轻牵我，你永远无放下。永远一生，予你的旨意伫这。我的心安静，伫你面前，我聆听下，听你的声。我的心安静，伫你面前，我聆听下。心所听，放了家己，予你引带。你是信实的上帝，你是永远的接伴。有你引带，我拢总免惊。你的手轻轻牵我，永远无放下我。一生，予你的旨意伫这。你是信实的上帝，你是信实的上帝，你是永远的接伴。有你引带，我拢总免惊。你的手轻轻牵我，你永远无放下我。永远一生，予你的旨意。上帝，你是信实的上帝，你是永远的接伴。有你引带，我拢总免惊。你的手轻轻牵我，永远无放下我。永远一生，予你的旨意伫这。上帝，你是永远的接伴。有你引带，我拢总免惊。你的手轻轻牵我，你永远无放下我。永远一生，予你的旨意伫这。永远一生，予你的旨意伫这。永远一生，予你的旨意。永远一生，永远一生，予你的旨意伫这。主啊，我要跟随你，将我一生献予你，回应你的呼召来听。坚持
做你的器具，将你的疼分享出去，求你用我做你的器具，将你的疼分享出去。这是咱做伙来唱新圣诗125首，美妙主耶稣。美妙主耶稣，万有你眷顾，你本是人正做世人，主我所信仰，主我所尊重，我欢喜主做我君王，青翠的草埔，主那的甘露，春天美丽，树木草花，拢不及耶稣，拢不及耶稣，你予我忧伤变快乐。美妙的君王，万邦所敬奉，为着我最欢喜降世，荣光甲尊贵，稳定甲慈悲，人间到永远拢属你。创造宇宙万美的主宰，阮的上帝，感谢你奇妙的创造，互阮留是一个美丽的世界，四季照时运行，也享受各项的好美，互阮世间人。主啊，阮对你领受这个生命，一代过一代，享受着你无限的恩赐，甲种种丰富的供应。主啊，阮因为互你来竞选真侪你的百姓，阮搁较着爱伫这个主日来到你面前，献上阮满满的感谢，因为这个恩典毋是白白来的，是上帝你无限的疼，佮通过主耶稣基督来享受阮这个美好的救恩。感谢主，阮伫这个礼拜中，毋若是要学乐敬拜、祈祷感谢，阮来免啊受你的话语，真侪阮生活生命的帮助。感谢你，阮今仔日举行上年主日甲敬老会，感谢你带领侪侪阮的长辈伫阮的中间，真侪阮信仰的模范，也真侪阮美好的学习。主啊，阮今仔日礼拜对头到尾，上帝恩典伫阮中间，互阮享受到伫主内面，大家真做一伙，享受这个喜乐、甲恩典、疼痛甲平安。主啊，阮即时要学习主教是阮的祈祷文，我要同心来祈祷。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成，伫地里即日天日。阮的日食今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伫错眼入去去。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大家请坐。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的教会音响系统在维修啦，吼，所以牧师用这个有线麦克风甲咱分享，应该声音拢听有吼，咱楼顶拢听有吼。好，咱今仔日是上年主日敬老会嘛是照常的主日礼拜，不过有一个
小小的拜托吼。咱行前有挂一礼花，搁一块红牌啊吼，就是表示你是咱教会的荣誉会员啦吼，70岁。啊，咱小等下伫礼拜中报告的时阵，咱会做一个敬老会。啊，所以呢，咱兄弟，你若有挂即个牌吼，咱的同工拢有认你的名吼，所以坐伫原位，坐伫原位。若讲较远路的，较头前嘛是盖好，尽量莫换所在，互咱的中级同工小等下要送礼物，较方便安尼吼。咱今仔日是上年团契要献诗，也有上年的同工要来带领参与今仔日的礼拜式。咱甲时间交予咱的会长思妍姊妹。咱即时来启用21篇诗篇93篇，上主做王掌管，上主用威严做三清，伊建立世界。你的宝座对古早就建立，上主啊，大水发吼，上主伫天顶显出威力。上主啊，你的诫命给你袂改变。咱即时祈祷，请伊赐美牛，互敬畏伊的人。伊对伊的囝子民显明伊的作为有大权能。祈祷，咱请会场长老。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天父，永远存在的主上帝，愿感谢你，愿正罪人会当搁一遍进入你的圣殿敬拜你，是阮得到的福分。愿知你是掌管宇宙万物、生命以及历史的主，也是圣洁、公义、良善、慈爱的神。因为你无爱一人沉沦，就差遣圣囝耶稣基督，神成做人来救世。若是世上的生命，拢是人所造、所封的，哪会通甲你相比啊？我要用心灵甲诚实来敬拜你。这时，阮恳求你带领我的主耶稣为阮赎罪的功劳，赦免阮拢总的罪，洗清阮一切不义。主啊，现在阮面临疫病的攻击、战争的威胁，求你掌权。灭无这个病毒，止煞这个不义的战争，无搁危害无辜的百姓。主啊，你也是阮国家的保护者。阮的国家正面临无身份政权的打压、威胁，甚至要发动战争攻打阮。主啊，你是阮的倚靠。要塞、避难所，绝对唔通，
互阮的对敌会计无达成。主啊，现此时，阮的国家也在进行大选的活动，求主掌权，亲自竞选，为保护台湾百姓，行往光明的领导者甲团队，也帮助阮的国家快快成做一个正常、新、佮独立的国家，脱离国际孤儿的处境。主啊，阮也恳求你赐阮祝福富强教会，帮助伊健康、强盛，佮有影响力，成做一个熬传福音、荣耀主名、互主你欢喜的教会。求主帮助牧师、中职、各机构首长、干部、属灵领袖，使因教野的智慧、能力、勇气、信心、耐心、疼心，甲对主忠诚顺服的心来领导，帮助教会日日进步，人野日日加添，质量拢提升。主啊，也求你帮助阮教会现在所在进行的幸福小组，互这个事工圆满，得人若得鱼。阮也要恳求你，互10月29中职的改选平安顺利，选出合你心意、愿意互你采用的人。今日是上年主日。求主祝福，互老大人心心灵拢勇健，无真做世事的负担。也求主帮助做囝儿的，会晓感恩惜福，孝敬父母，来得到主的诫命，伫世间食长岁寿的应允。求主保护主平安，互每一个家庭有你的同在引带，阮就无惊吓。愿主亲自临在，观看你正囝儿的崇拜，一切荣耀权柄拢归伫你。地上和平安乐，赐予阮大家。安尼感谢祈祷。恳求拢是我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享受上帝话圣经咱临终之事来分享。咱来享受上帝的话。第一诗篇是71篇17节到18节。上帝啊，对我少年的时，你就教示我。现在我又在保养你奇妙的作为。上帝啊，到我年老他们爬的时，求你唔通放杀我，互我通将你的快乐传予下一代，将你的大权能指示将来的人。咱再来看第2位的圣经，记载哥林多后书第4章第6节。因为安尼，阮无失志，虽然阮外在的人渐渐地衰败，阮内在的人却
日日地换新。今仔日上年团契也未献诗，献诗煞讲到由安牧师信心智慧乐上年。是啊，如今活着不再是我，是你在我里面活着。我要与你踏上十字架道路，我不后悔，我跟随你，一生一世跟随你。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一致集合好了。是的，主，我的这一切都一同钉在十字架了。
感谢你的宝血，感谢你的救恩。咱真多谢兄弟团契用一个鼓声，甲因鼓励，甲因鼓励哈。咱今仔日上年吼，安尼是上大的团体吼，献诗嘛上侪人吼。拄则咱听到咧讲口碑吼，是咱的陈焕秀记者，已经90岁，咱甲拍拍鼓励一下哈，秀记者哈。可能会使甲引带，互伊去坐伫原位，是去坐个椅啊，免吼，好。今仔日呢，咱上年呢，因特别唱华语的，唱华语的，表示讲要甲这少年的会当有一个真好的互动啦。所以牧师就邀请讲，因练诗练遐认真唱一场无彩所以呢。小等下呢，咱第2场礼拜佫请因留落来献诗安尼吼。咱除了上年以外，咱在座嘛有足侪挂红花挂一张即个红色的即个彩纸。咱甲遮个挂花，甲伊讲祝你上年快乐甲鼓励一下甲伊祝福一下遮边遮长辈咱的教会逐年伫敬老会时阵是，毋是固定伫一个主日，咱总会主日是10月第1主日啦，10月的第1主日。但是呢，咱拢会配合咱迄个农历对无咱的旧历有时会变化，伊就是用旧历的9月初9，叫做重阳节。咱用敬迄个上近的迄个主日来庆祝。咱今仔真多谢咱这上年的服侍咱要分享主的话，小等下咱有一个即个异地的祈祷因咱后礼拜要举行即个选举嘛，异地的祈祷的时间煞伫即礼拜所以小等下咱有一个祈祷的事奉，咱中间有身体欠安，有迄个心灵软正软弱需要代祷的，咱楼顶甲楼即个5楼甲4楼咱等下。欢迎拢做伙出来，伫咧吟诗的中间，咱也请咱的长老，咱的代祷团以及咱的小组长，小等下人出来做伙来服侍祈祷，因为这是一个同心祈祷的开力咱求主带领，咱要分享主的进前，咱三个来祈祷。是阮的主上帝，感谢你恩典疼痛，赏赐平安喜乐伫阮的中间，阮今仔真欢喜，迎至上年主日。这是上帝你美好的疼阮看见上年真活力，唱出俄罗主美丽的诗歌，才是上帝无限的恩典。主阮伫这个上年主日，特别是台湾进入老年化的这个社会，阮搁较着爱关注，阮来关心阮长辈伫这个社会的生活，毋但是伫信仰。伫关怀，搁较伫传福音，愿你通过阮今仔日所读的圣经，要学习主你的话，求你亲自来引带、保守甲带领。阮讲甲听的，拢白白得到启示甲造就。感谢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即摆咱今仔日的主题叫做信心、智慧、乐上年啦，就是配合着咱即个主日。咱所读的2位经赞2位经赞呢是诗篇71篇17到18节。伊这篇诗篇有注明讲是一个长辈的祈祷诗啦。咱为着互咱呢较看见迄个焦点所以咱加来读2节。事实是规篇拢是一个祈祷的诗。小等下咱会用一段，搁来加强来复习啦这伊甲上帝祈祷的诗，搁一个是咱哥林多后书。4章16节内面咧描写咱的心灵的健康、心灵的祝福真宝贵、真要紧。咱甲称呼做诗篇71篇就是一个年长者的祈祷诗，就是讲年老的人的祈祷
这个祈祷呢，内面有几项咱在学习的所在。第一项就是这个规篇的诗篇是这长辈拄着真多的艰难的是真多艰难，伊拄着压迫，拄着困苦，所以呢，伊甲上帝祈祷，意思讲这年长的时阵，生活受到大压迫，生命有可能陷入环境。咱伫当时迄个时代是有对敌的攻击，有可能无共款人对这长辈者的一款的挑战，你若看71篇规篇的诗篇，就去理解到讲是安那诗人这个写诗的人祈祷，甲上帝吐露心声就对啦。意思讲，毋是安尼足安尼通光，也是足顺境的事是咧甲主祈祷。所以伊则伫诗篇中间来甲摇花申诉，意思讲甲上帝讲，上帝啊，请你出手来保护，毋通互我拄着真大的灾难所以求上帝的公义的保护安尼。这是诗篇的整体。但是咱人伫诗篇内底，这段诗篇内底看见讲，伊的信仰，咱人会拄着困难，拢会加减会出声无管咱信仰上甲上帝祈祷。当你拄着艰难的时阵，你嘛想讲要找有力的人士甲你帮衬，甲你伸冤是各种方面，这诗人是甲上帝祈祷安尼而且这个诗人呢，就是对耶和华来提出求讨，讲一个人应该有管理啦，有管理的要求，会当合理、有尊严来生活。这是规篇的一个3项迄个重点就对啦。咱今仔日呢，伫这段经节的内面经节的内面就是17到18节是一个焦点，就是这个祈祷的人是哪，伊勇敢要甲上帝求讨呢？伊就是甲上帝关系真好，真亲热，所以伊感觉讲我讲的毋是安尼空嘴报纸想到才讲的。咱华文有一句话讲临时抱佛脚，有无？就是讲你平常时也无咧甲上帝互动，拄着代志咱要找主上帝讲我毋捌你所以伊伫咧诗词的中间伫印证讲我平常时就对主有信心啦，所以我勇敢甲主求讨是这个意思好这年长者的祈祷告别，伫咱读的这两节圣经节有3个重点。伊是甲上帝告别讲我的信仰是对少年时代就建立一生的信仰所以中文的圣经讲，对年幼的时阵就望上帝教导，到老年犹原要传扬上帝奇妙作为。安尼一句话在表达什么？毋是讲我突然间想到要来找上帝啦，我是对年幼的时阵上帝的真理我就接受有上帝甲我教导我到老年我年老我嘛是要继续宣扬上帝作为。若是无信心，若是对上帝的大权能无认捌，你到年老，你若讲一生的经历信仰无够，你就袂记得通要学到上帝伊就是甲上帝告别讲，我少年时代就得到信仰，而且我一直在宣扬主奇妙作为这个台语的圣经咱读的较顺伊讲上帝对我少年的时，你就教示我，现在我还在保养你奇妙的作为。我对少年，现在我要得，安尼表示一生信仰，无论经过风风波波，还是起起落落，我少年得到信仰，这个少年得到主的教示，我现在也在保养你的作为，这是第一项。第二项，因为伊现在拄着艰难嘛，所以伊甲上帝求讨讲，求上帝来保守。现在我年老头毛白，上帝求你毋通放杀我，我。年老头毛白我因为对少年就认捌你，就听你的教示，所以呢，毋通来放杀我、丢弃我。白话字的圣经讲，上帝到我年老头毛白时，求你毋通放杀我。表示人拢有拄着
困境的时阵，拄着艰难甲挑战的时阵，所以伊勇敢甲主求讨，毋是讲我突然间想到有即个需要，是上帝啊！我对少年时代就跟对你，就听你的教示，我现在拄着艰难，所以我嘛确实你无放杀我，求你毋通放杀我，所以这是第二项。第三项，伊虽然拄着艰难，无因安尼埋怨上帝，是讲上帝啊，无采我咧敬拜你、服侍你吼。无拄着，无得着汤，得着粒，无爱插你啊，无爱啊。对上帝有一种的，对上帝有一款的迄个埋怨啦，无啦。伊颠倒吼，甲上帝来即个告别承诺讲，我犹原要继续传扬上帝作为。若是我要坚持即个信仰，我而且是要对我的后代呢，伊真清楚讲。若无今仔日上帝甲我同在吼，我毋知对倒去啊。困难有，但是我要天条日子，所以甲上帝讲，我后代宣扬你的权力甲大能的时，求你甲我同在。这句听起来真平顺啦，真顺遂，但是有一个关键吼。咱真侪的兄弟，真好的信仰，嘛真望甲囝儿孙。讲起这个信仰，讲你着爱来教会啊，你来敬拜上帝，你爱信靠主，拄着困难时会晓祈祷上帝。但是吼，请会记得这个美角伫遮啦。你毋是用你的时代的权威啦，毋是讲我这经验比你较济吼，你毋通无彩啦，毋通无来啦。你讲这吼，有时讲了伤严伤暗吼，煞颠倒会反弹。你敢知？讲你讲罔讲？即嘛这时代是我的时代咧。我爱听你啦，请会记得求主甲我同在。当圣神甲你同在，你讲的话就无共款啦，毋是徛伫你一个权威，讲我时大吼，我长辈倚老卖老，无啦，是因为求上帝甲我同在，互你所讲的话是出自圣神的感动，你的见证，你的带导，你的邀请，你的人生上宝贵。的感动，求上帝甲你同在，然后你讲的话就有功效，讲的话就会产生效果。特别咱教会真侪兄弟拢非常热心敬拜上帝。但是当咱的后一代、下一代，也是讲咱的后辈沟通的时阵，咱拢常常会用一种理所当然啦，无想要创啥，就是爱安尼啦。有时咱感觉讲足理所当然的，足应该，但是有时。讲了效果无好，咱爱会记得，亲像诗人甲上帝祈祷讲，互我将你的快乐传予下一代，将你的大权能只是将来的人，求你甲我同在。迄款同在就讲出来话，感染力就无共款，影响就无共款，甚至咱毋是用命令的方式，是用一种。安尼温柔，而且带有信心、有上帝同在的讲法，这是这个诗人伊对上帝祈祷是这两段经赞吼，一种焦点就对啦吼。但是咱若注意看吼，这个诗人咱若对19节以后，佫有一段话在甲上帝祈祷。咱今仔日的经节无伫内底，但是咱会当复习一下吼。这个诗人伫这个诗篇71篇19节到24节。进一步表达伊对上帝的信靠，以及身体恢复元气、生命更较壮大的祈祷啦。所以咱有机会会当，特别咱今仔日读这段经文吼，咱转去厝吼，安尼诗篇吼对71篇第1节到24节，读2-3遍足紧就完成啊。伫遐读看上帝安怎对你讲话。特别咱今仔日这长辈吼，咱。100几位的长辈咧，吼，转去厝安尼功课互你，转去厝佫读2遍安尼吼，71篇吼，71篇1节到24节，咱19节到24节，诗人安怎甲上帝祈祷呢？19节讲上帝啊，你的公义悬到诸天啦，上帝啊，你有件伟大的事，啥人会当甲你比？是对上帝尊重的话啦，吼。20节。诗人伊拄着人生的艰难呢，伊讲：你互我经历真侪大灾难，还久要互我搁活起来。对
地下上深的所在，搁起来，哇！实在是这个信心真宝贵啦。人生拄着艰难，拄着挑战，拄着损害，我拄着真多这个软弱，但是呢，灾难多，毋过你互我搁活起来。我对地下上深的所在搁起来，表示讲，伊拄着上大的人生的低潮，也是拄着人生的患难，毋过伊知影有上帝通活去，伊要搁起来。这是一个人生真宝贵的态度。然后伊搁祈祷上帝讲：你会将尊荣加添互我，搁再安慰我。我虽然落魄，虽然受对敌的攻击，虽然我跋落伫陷阱，毋过你要互尊荣互我，你要安慰我。所以2节，诗人真勇敢，嘛真有信心，讲我的上帝，我要单膝称赞你，称赞你的信息，以色列神圣的上帝，我要单琴称赞你，表示诗人拄着人生的艰难，拄着真多的风波、苦难打击，但是我犹原要学落你，而且要单膝单琴单膝来学落上帝。讲我要单琴学落你，表示伊无因为家己的艰难就失志离开上帝，伊是搁较弃了离主上帝。伊安怎有即款的信心呢？下面23节伊安尼讲：我是你所救赎的，我要用全生命大声唱歌称赞你。兄弟姊妹，宣认有上帝的救赎，所以讲我要用全生命大声称赞你。兄弟姊妹，全生命什么意思？就是用尽一切的气力就对啦。咱去几年前咱有听到一句中国话讲用洪荒之力有无？洪荒之力是讲我都咱台湾话讲了较古锥，讲用食年的气力食年的咱安尼就是逐项力都要出来，我就是为着要学到上帝，因为我是上帝所救赎的，我要用全生命来学到成长。24节，伊一个结尾讲：我的旨要规日讲起你的公义。我的旨是咧讲话，是咧食物件的。讲我规日表示不断就对啦，要学到主的公义，因为假冒害我的人已经受凌辱建设。一个困难中，还伫艰难中间，犹原保持着这个信心甲得救的愿望，对家己这个困境，无因为安尼累志来离开主，这是这篇诗篇的重点。所以，咱来看见讲原来诗人伊有这款的信心，毋是无原因的。所以咱今仔日用另外一则经节来看见这个诗人伊讲话，到底伊的缘由是对倒位来？缘由是对倒位来？明明都对着艰难嘛，明明都拄着挑战嘛，明明拄着软弱嘛，但是伊是安那犹原讲，我要搁定心起来，我要搁勇敢壮大，我要大大学到主。表示讲，伊有这款的信心甲作为，是因为伊对上帝的信。哥林多后书，咱拄则读的第2节经节，甲咱讲起着迄个定心得着气力的来源啦。年长者精神的生命，讲因安尼，我无灰心，安尼表示讲我家己现在的境地毋是介好哦，毋是讲逐项拢足顺啦。因安那年纪大。可能身体有衰烂，所以虽然阮外在的身躯渐渐败坏，我这肉体，这个土造的器具，实在是有年龄的限制，有迄个肉体的困难限制，迄个气力渐渐无去，无像少年人遐尼活跳。但是呢，保罗先生伊安尼甲咱讲起迄个原来气力对倒位来，讲阮内在的生命。日日的更新，这是这个诗人甲上帝祈祷，伊的气力来源是伊的内心对上帝的敬畏，对上帝的信心。上帝要为着伊伸冤，上帝要互伊伫迄个深渊的中间搁定心起来。若无信心就无去。所以肉体虽然年纪大开始衰烂，但是我的心是活力的，是少年的，是日日换新的。
白话字咱搁读一遍，伊讲因为安尼，阮无失志啦。啊，我都这也软正，迄也软正，啊这也软弱，哦一阵吼，毋知对早起食甲营啊，毋知食几包药啊，嘛毋知。啊，看起来敢足麻烦啦。少年人吼，健保卡拢毋免用呢，即马拢定来走病院啦。看起来甲像安尼，真累智慧心，但是无啦。阮无失志，因为我知影，迄个会老会旧的器具，有一日自然会到。但是我永远保持着喜乐，保持着信心，保持着换心。所以伊讲，虽然外在人，外在就是我即个肉体嘛，渐渐在衰败，但是我内在、内在的人日日在换心。哇，迄才是足奇妙。咱基督徒，咱今日遮侪长辈伫遮，咱袂当拒绝讲迄个年岁的经过吼，迄年岁的经过。有时咱会看到迄个网络内底吼，啊有一寡底片啊，底片，啊伊就专讲去经迄个外国迄出名的明星，吼，啊实在是吼，安尼一个时代真做偶像迄款的明星，啊伊就甲翕讲伊囡仔啊少女啊到迄个拄啊伫当出名穿的时阵，吼，迄偌风光的迄面路啊偌水，啊毋过慢慢30、40、50、70，我头毛嘛是拔去啊，面嘛裂去啊。迄个讲啊，人的一生未免会拄着这啦。但是你若互外在甲你绑着，你就日日袂快乐。你要保持你30岁、20岁的时阵嘛，无可能。所以有人会接受我家己的肉体的变化。最近有人咧流行一种的新的思维啦，吼，就是讲，啊，我都年纪有啊，头毛咧拔啊，要安怎？吼，啊，咱一般的人拢习惯吼，爱粘头毛啦，吼，粘头毛这是一个礼貌嘛好，习惯嘛好。我的老母啊，吼，伫今年安尼年中的时阵啦，因为受伤嘛，啊来台湾吼，来台湾来看医生啦，吼，啊静养一站，啊前几礼拜啊就哇有恢复起来，就赶紧要搁转去啊，吼，爱转去伊家己惯势的所在，啊去阮高雄小弟遐准备要等飞机啦，吼，啊阮小弟甲我讲，吼伊吼上注意的一项就是讲，赶紧带伊去头毛店吼，甲伊已经拔去的头毛，搁染哦，安尼乌乌安尼较水安尼吼。啊，这是咱人的一种自然的反应。但是我咧讲，即摆有一种新的运动啊，讲我要自然水，啊，所以头毛互自然拔安尼吼。啊，有一寡明星啦吼，有一寡影视人物，伊都是指标性人物嘛，伊调工安尼，啊，互人感觉讲，若白头毛啊，适度咧嘛，足水啊，吼，无一定爱染啊，吼。啊，但是这毋是咧讲鼓励人安那，是讲各人的想法，伊表示讲，伊我要接受现在这个年龄的我，吼，这个年龄啊，甚至阮做查甫有时头毛嘛会落去啊，吼啊，都是自然嘛，啊，迄个毋是讲水甲歹，你若感觉快乐就好，感觉讲我对甲别人做伙讲话足自在，迄是因为伊讲我内在的人是日日在换新。下面咱有几项要甲咱三甲学习分享的吼，就是我咧鼓励现在已经进入70岁的长辈，也是咱事实中壮年吼，啊无几冬就进入到长辈的年龄啊，咱过一个信心、智慧、喜乐的上年。兄弟姊妹，美国有一个协会啊，叫做退休人士的协会啦，退休人士因。有一个足侪宗旨要做，吼，要努力。啊，伊其中一个宗旨叫啥？阮就是爱服侍别人，毋是要互别人服侍。表示讲，阮有一个目标，莫讲我一个老啊，就一定爱叫人服侍我。吼，咱定来看到啥物呢？啊，去你到车顶吼，啊，迄个保留座、迄敬老座，都另外坐。吼，这就比咱台湾一个足趣味的争执就对啦，吼。啊，当然，咱身躯年纪大啊，骹酸手软，要坐迄是应该。但是讲，有人是讲，我就是家己自理，吼，无因为安尼，我长辈你都爱逐项拢爱服务我。啊，所以你有家己有这种能力，保护家己、照顾家己。啊，所以这个退休人士的协会，因的目标讲，我要服侍，毋是要互别人服侍安尼。伫这个中国的这个古典的册《论语》吼。伊有一篇叫做《述而篇》啦，内底有一句话，就是咧讲起咱年纪大，但是咱犹原安怎
其为人也，发愤忘失，乐而忘忧，不知怒之将至。啊，表示讲我年纪大，啊毋知老，毋知老，我就是要继续拍拼，吼，继续努力，继续认真，吼，为着我迄个追求知识也好，拍拼逐项我趣味的事吼。啊，乐而忘忧时啊，你都无用趣味甲怎袂记袂记忧愁啦，啊嘛毋知老到啊。啊，若开始想讲，哎哟，我即马骹路较歹啊，啊我即马吼加够喘呢吼，啊即马吼目睭较歹啊呢吼，啊敢若想迄啦，啊你就无法度人乐而忘忧啊，你就不知老之将至啊，你就袂啊。啊，所以人要转换心情，就是咱头前迄段话，讲我的内在日日换新。你一直看家己的无够，软正软弱消退，哇，啊烦恼袂煞啦，烦恼算爱了吼。但是连孔子嘛安尼讲，啊，所以有人讲吼，保持年轻上重要的一项就是安那，知识学习。对，保持年轻。有一个咱台湾出名的一个长辈吼，伊是社会贡献真大的一个长辈。伊讲一句话，伊讲：我就是要做一个好奇老人呐，逐项拢有趣味，逐项拢是要学。咱讲，咱有时咱讲嫌吼，讲啊，你才会遐好言呐，好言咱知影吼。我鼓励长辈啊，你较好言的哈，较好言的。吼，啊，咱毋通去甲少年啰啦，来啰嗦啦。好言的意思讲。啊，即摆有即款这物件，我来学看卖，我来学习看卖咧吼。啊，中国有一个出名的迄个算讲美学家、文艺理论家，伊真够翻译吼。啊，若较早期有兄弟，有人若读中国册，会读到即个朱光潜吼，即个先生吼。啊，伊就是一个好奇老人啦，啊，所以若好奇你就袂老，毋惊老啊。伊安那呢？年老的时阵啊，搁去学俄罗斯的文字呢，俄文呐。啊，所以学甲足算讲足通光的就对。伊当时迄个时代吼，咱真出名迄马克思，中国的马克思，对，翻译马克思的册啦吼，马克思的《资本论》遐个册，啊，伊有翻译一本哲学手稿吼。伊是甲别人翻译过，搁来甲订看一个，讲哎哟，甲先翻了无讲介舒适哦吼。伊就搁甲改修改，啊，因才会咧读册人讲吼，这朱光潜年老所翻译修改这本册，到今仔日还是上经典的。意思讲，翻译到上水上到位就对啦。啊，别人翻译的吼，少年人翻译搁无伊的厚。啊，表示讲这个老先生吼，这个叫做朱光潜，这个老先生，伊安怎无嫌年老，搁学语言？咱知影讲，咱若到一个年纪吼。要学新的会足频段足位，啊讲啊，迄哦少年的祈祷，但是哦目的毋是为着你，搁要靠这去趁什么钱啦，是因为你有趣味、有好闲、有好奇，你就毋知影老就对啦。伊个重点是伫遮。我拄仔讲的迄个迄个台湾的一个出名的长辈叫做简敬会，吼，伊是洪建前基金会荣誉董事长，吼。啊，伊就是咱知影讲，咱台湾有一个牌出叫做国际牌，松下电器吼。伊即个董事长前个创办董事叫做洪建全啦。啊，这简建会今年已经80岁啊，是即个洪建全的大汉新妇。啊，当然即个家境真好啊，所以伊少年时代都创真侪社会公益的代志吼。啊，对社会真有贡献。啊，伊呢就甲伊一寡朋友吼办迄个读册会啦。啊，办一个活动叫做毋惊老的行动，毋惊老，意思讲大家毋惊老。啊，因安怎来推动这个活动呢？就是讲大家来用心、用心，啊，搁实际去甲行安尼，养心、养生、养生吼，哇，迄足家己的吼。啊，所以我鼓励咱少年团契吼，有哪学即款的，大家来毋惊老。吼，毋惊老，毋通想讲啊，我这年纪啊，这也袂，迄也袂，啊，要来唱歌，惊伊唱袂好，毋免啦，免烦恼，你著甲唱咧就对啊啦吼。啊，这个简正会啊，这个姊妹吼，啊，咱文化部甲颁奖，讲哦，啊，你即款老人吼，啊，你足好诶模范，
哦，伊搁学这学迄哦，讲也去学拍球啦，学跳舞啦，逐项拢学就对啦吼。兄弟姊妹，先我会安尼讲咧。最后我要讲的是讲，咱台湾已经进入到一老壮年的时代啊，这是真大真大。咱进前无咧讲少子化是国安问题对无？即马咱台湾2025年2年后，就是已经达到全世界迄个老人的标准的上悬的迄级啊，叫做超高龄的社会。超高龄什么意思呢？就是牧师这代啦，战后出世的囡仔有够多，所以迄阵学校逐间嘛客满，一家拢生6、7个、7、8个12个嘛真多啦。所以哇，规家老热啊！迄代的人像牧师安尼，慢慢已经开始登记老人的时代啊。所以呢，台湾发生一个上重的威胁哦。囡仔少，老人多，所以老人越老，出生越少。这是咱搁1、2年差无多啦，已经够啊。而且台湾因为咱战后都战争啦、死实的啊，有的人去南洋啦，都去无去啊。所以迄阵咱台湾人有一个危机讲生较多啊，安尼。所以迄代人一个生了多，到现在进入到老年化。安尼后来我会记我囡仔时代政府咧推广2个恰恰好啊，开始叫人卖生啊。即阵大家惯势讲我卖生煞伤少啊。这讲叫做国安危机。但是咱即马国安危机爱互少年的去拍拼，即马换咱遮个年老的要安怎好好来经过这快乐的年老的人生？因为政府应该甲你照顾的，伊就到遮尔。你10个较好照顾，1万个要安怎顾？一定就爱靠你家己啊！政府会当甲你顾的，迄种袂歹啊对阿扁做总统的时代讲一个分3000迄阵大家讲这阿扁比阮囝较好啦。这是事实，因为咱较早毋捌拄着讲，这社会福利讲我会当领到这嘛好，咱注意看，台湾只有7年，就对高龄迈向超高龄，就是讲7档就跳过来啊！迄是拢光复战后以后发生的，是全球老化速度上紧的。有的国家是50档才够咱7档就解决啦。所以咱台湾面对少子化甲高龄化会真急啦。所以中高龄即嘛是咧讲什么呢？中高龄的人口劳动参与率低。我会记我这份会真侪人讲我4、5早就要甲退啊，我要来游山玩水啊，我来山顶做租一块园来种植啊。我种啊，种啊开30、40档种会先哦。他见讲我当会收遐久是要创啥？即嘛足侪人毋是无趣味，是讲无聊啊。我离开这个产业界我已经离开但是我都年岁遐多，佫永远他要安怎？即嘛人慢慢开始，因为咱少子化，青年人口少所以台湾开始动头脑讲这阵佫已经经济袂歹佫来做工课毋是为着趁钱啦，是为着咧丰富你的人生，是毋是？佫转来做食头路，安尼啦。所以政府开始改这个法律啦。无65岁就要强制你退休啊！好，咱政府有咧统计讲，55岁就无想要工作中高龄人口参与率低，就是讲年岁多都无咧做所以参与率65岁以上达无到10%啦。伊像牧师这个会，100个啦，10个在做工课，剩的拢已经退看起来是福利袂歹毋过问题毋是伫遮，人日本、韩国、新加坡，佫重新启动这中辈出来咧做工课。除了讲迄少年人口无够以外，要互老人较丰盛，互伊有一个重心，有一个重点所以台湾经济的成长率维持3%就袂歹2030年7年后，咱的需要的人力的劳动力的人口是1303万啦，但是咱到迄阵敢若1200万的人通做工课，欠40万人，要倒欠你去外国工招劳工入来麻烦啦。咱长辈佫用会走会跳的
啊无代志做啊，那无爱请因来，所以40万的缺口就爱对中高年的人来啊，所以台湾吼，这个劳动市场2030年，咱的政府在研究讲高龄的这个长辈成做职场的主力咧，主力。我会记去日本佚佗吼，啊经过巴士吼，经过迄个，日本较比咱较无进步，因还佫用人咧收钱啊，有无？日本的迄个高速公路咧收收费亭啊，一个甲看，吼，拢白头毛的。啊，迄个足侪迄个市场的柜台吼，嘛拢长辈咧做生意呢。啊吼，迄个餐厅的服务生啦，吼，长辈出来咧服务啦。你哎呦，我少年人，互你甲我服务，啊，人迄老人会佫甲你开讲的，甲你讲话啊，讲人生呢，哦，啊，所以慢慢啊开始咧改变。所以咱台湾比作讲，事实现实上啊，缺工，台湾人才欠缺。但是即位这个因素，互咱做参考，咱就无一一来讲，表示讲。台湾到2030年吼，少年人的人口迄个劳动力还佫输45岁以上的，意思讲我45岁以上的人吼，比少年咧做工课佫较济啊。这是咱社会拄着的，这无法度通回避的就对啦吼。所以兄弟姊妹，咱即摆已经颠覆工作思维哦。较早是逐个拢欣赏讲，哦，我提早退休，我已经经济自由啊，吼，要来去游山玩水啊，吼。即嘛毋是哦，即嘛是讲，我的平均余命足悬的，咱已经80几岁啊，吼，伊讲平均伊对有特殊的原因，80、90岁足济啦。啊，我对65退休，30档是要创啥？65、75、85、95、30档，也无生产，啊，无代志做。佫较重要是安那？较早的人吼，哇，我欠退休金欠有够啊，我要来去。佚佗啊！我要来去享受啊！哇，无想讲上帝互你长岁寿啦，开了啊啦，开无够啊，吼、开无够啊！所以哦，有时为着经济需要，我搁出来做工课嘛对呢，因为吼、我所费开了，啊，你搁甲囝儿讨春手是困难啊，所以咱叫做平均余命悬啊，无想要终日无所事事啊，退休金嘛有可能无够开销吼，兄弟姊妹。所以，咱一寡专家研究讲，高龄者的工作效益会当维持身心健康哦。我是要继续工作，颠倒会按袂讲安尼胡白乱想，啊烦恼东烦恼西，会活化你的大脑。啊，而且高龄工作的人会提升自信心，感觉家己有存在价值。但这个拢是咱社会拄着的现题。今仔日咱上帝伫遮，长辈伫遮，牧师要鼓励讲，事实咱教会嘛足需要长辈。教会上年时间诚侪主流，就是年长者会有逐年增加啦，逐年增加。所以，比作是教会的主力呢，兄弟姊妹，我进前伫高雄牧会盐埕教会啦吼，啊，我接到伊的周报吼，写讲伊嘛是要甲咱共款要敬老会。你敢知影？因敬老会吼名单偌侪70岁的长辈啊，拢总是264个，264个。264个一间教会较济啊，对毋对？有诶教会只30、40个做礼拜尔。啊，阮伫高雄的盐埕教会，今年的敬老会264个。兄弟姊妹，咱毋通讲咱富强吼嘛真少年。我会记咱陈天林牧师吼，20、30年前创立即个上帝团契吼，无几个啦。但是咱今日看周报，咱吼拄啊有有老高的，咱已经135个，有咱差不多盐埕教会一半，你敢知？啊，这个盐埕教会吼，90岁以上的38个啦，90岁以上38个，啊有2个是100岁以上的受青啦，吼。所以咱富强有较少年俗啊，咱上年长的就是咱陈念定牧师95岁，吼，啊所以继续努力吼，咱看盐埕会当出正10个几百岁安尼吼，做安尼模范，进前咱的交换者，啊咱怎啊佫需要新的一代吼。好，最后牧师要甲咱三甲勉励啦，就是讲，即个诚侪年长者社区的服务，啊，而且年老的更较需要福音。较早咱是讲少年的信主，即嘛年老的来信主嘛足侪。咱在座这上年团契哦，真侪人是退休后来信耶稣的呢。啊，所以咱需要传福音互因啊。最后，嘛，咱每一个年长者有一个属灵的目标，就是年老的时有缘结果子，祈祷茂盛，吼，讲。
这个乌的这个字，就是这个白话字讲秋老的时，犹原会结果子，结真多，色青翠。过来，年老的有智慧，收悬的有知识，年岁多有智慧，岁数长的有见识。过来第三，我后代宣扬你的权力甲大能的是，求你甲我同在。今日咱读的主题经文就是讲上帝啊，互我通将你的气力传予下一代，将你的大能指示下将来的人。兄弟姊妹，感谢主，互咱有上年的同工，甲咱三甲服侍。我望咱的教会对上年更较友善，传福音，咱才上年的同工。兄弟姊妹甲社区的朋友，即时我要招咱同工准备咱要有一个大岛的服侍咱请同工准备，请即个服侍长老，佮大岛团的同工小组长，咱邀请咱5楼甲4楼的兄弟，咱要为一个祝福的祈祷，包括长辈会当行到日头前。咱要吟首诗歌，若有即个敬拜团的同工，会晓吟首诗，赐我自由，吟首诗，咱准备要来做祝福的祈祷。咱先坐咧吟会晓唱大声做来吟，做来吟。赐我自由的心啊，请你来到我的内面，来到我的心。要接受祝福祈祷的5楼、4楼，兄弟会使开始出来免客气，勇敢，咱的长辈嘛拢会使把握这个机会勇敢出来，这是一个行动，是一个信心。愿主祝福伫咱中间，免客气，请来到头前，请服侍者也来到头前，长老、小组长甲咱的大岛团，请咱免客气来头前，都会做祈祷搁一遍，楼顶同工欢迎你来来到我的内面。来到我的生命，换出我生活中的忧愁。不要紧，较重的不要紧，行较重的不要紧，较来。来免客气来头前大家互相祝福的祈祷。我的心啊，你伫倒位？倒位就有自由。咱免客气你有心灵上，你有心内要祈祷的事，拢会到头前来做伙祈祷咱细声，咱开始请同工伫着头前的同工，咱在座若你有需要，拢免客气，卖咱徛起来，无方便到头前的，咱拢做伙为着你来做祝福祈祷。咱细声来吟，搁继续唱感谢主，愿主应允咱大家人的祈祷。有欠缺、有需要、有软弱甲软弱，拢奉主的名来祝福你。大家互相来代祷，愿主听咱恳求的声，咱坐位的兄弟，你嘛来代祷，为着你所关心的亲人，有拄着病痛、肉体软弱的，有拄着心灵软正的，有的伫厝里咧静养年老，有这慢性病，咱求上帝施乐医治伫咱众人的中间，感谢主。愿主听咱恳求的祈祷，主的医治临到伫遮的需要的兄弟身上，感谢主，哈利路亚，感谢主。我请伫
顶悬甲下面坐兄弟拢徛起来好无？拢徛，咱要同心祈祷啊吼！咱做来吟这首诗歌。是我自由的心啊，请你来到我的内面，来到我的生命，活出我生活中的用首诗歌做咱的祈祷。出我心中的不安，主的心啊，你的得位，得位就有自由，你跟随我，乐可当当，主的心话，予我自由。咱音乐细声，咱最后要请咱伫座位中的兄弟，把你的手放伫你的身躯心，啊，咱要搁煞接一个代祷，就是咱为着头前这的兄弟因的需要，咱确信圣神有听见咱的恳求，求主应允因到主面前要得到的医治，求上帝来成全。第二，你为着家己祈祷，咱甲主讲主，互我得到你全新的生命甲恩典。互我的身心灵拢得到平安甲健康。第三，咱周报内面有印出真多伫病痛中需要代祷的名单。若是你有认捌这的人，请你提名为着因祈祷。特别咱奉主的名来祝福咱有的拄着癌细胞攻击的兄弟。咱求主通过现代这个好的这个医疗技术甲药物，会当互因得到完全的医治。无好的细胞完全消除，咱把手放伫咱身躯，咱做伙开声，为着这事来祈祷。主啊，上帝感谢你恩待，甲保守圣神做工心的祝福。主啊，奉你的名来祝福这兄弟姊妹，互因随主所恳求的，无论肉体的病痛、身体软弱，上帝你亲自赐了医治、怜悯甲平安伫因的身上。主啊，我来为着每一个兄弟姊妹祈祷，互阮身心灵拢得到上帝的固守、稳定甲疼痛，拢享受美好的祝福。互阮伫这社会中间，阮心是肉体拢得到平安。我为着周报中阮所关心的这肉体得到平安，拄着欠安的兄弟，求你施了你的医治临到你，无论是心灵的艰苦、肉体的艰苦，特别是拄着癌细胞攻击的这兄弟，求上帝互因找到好的治疗方式，互因的治疗药物也是各种的治疗方式，拢真正有功效伫因的身上。感谢主，愿你医治临到你，感谢主。亲爱的主，阮上帝，伫你面前，阮无论徛伫头前，也是阮伫座位中，以及伫直播网络顶面的兄弟，阮奉你的名来祝福每一位兄弟姊妹。因为主你是看人的内心，主你爱有信心的祈祷，因为阮对主的信心就亲像阮今仔日所读诗篇，诗人对主的信心。主你要互阮定心对旧来换新，阮对软弱来得到勇壮。互阮对软者来得到徛在，爸上帝，阮为着头前这兄弟，为着在座位兄弟姊妹，以及阮周报中所关心的这拄着病痛的肉体的兄弟姊妹，求你施了你的医治、透放甲平安，互阮伫生活中，毋只干是认捌上帝、读圣经了解，是阮亲自经历了上帝你的应允、上帝你的医治、上帝你的透放。特别阮将教会中有兄弟拄着癌细胞攻击的求上帝你的大能亲自看顾甲扶持，互因经过治疗的过程，拢有功效来产生伫因的身上，互阮会当体验你是真个活的上帝。感谢主，愿这个祈祷主你应允临到伫阮中间，伫头前这代祷兄弟姊妹，祈祷恳求拢是奉告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感谢主，咱拍拍，感谢主，来请回座哈，请回座。咱时间来交予咱的会长来施会哈，咱准备要先做奉献，奉献了咱来报告。咱即时来奉献。
将起立来唱奉献诗歌。会众请坐。各位兄弟吼，咱下面的程序就是咱要先来做敬老吼，了后咱一面报告，咱的中级兄弟吼，知影讲咱大家拢有挂即个牌吼，伊会到你面前啦吼，免互你徛伤久吼。先做一个敬老是有一个代表性，咱吼要请满足长老代表吼，搁有东港无？要来征上代表，两个代表。要代表来送互我90岁两个，好无？来请准备，咱陈天定牧师，搁参发秀基姐，毋知陈永顺牧师你有伫遮无？对，咱请长老代表好无？3位来，咱摕3个名单好无？代表来征送，然后咱一个，有无？90岁以上的。来，陈牧师人已经徛起来安尼，来，咱请满足长老代表来赠送这个敬老金，互咱的陈天定牧师，来翕一张相做纪念吼，来翕一个，来看一个，来，拍扑啊，看头前，陈牧师95岁，搁来有一位就是咱的牧师娘伫遐，牧师娘伫后背面，来，搁一个。秀基姐迄个信封有摕到吼，有无？有咱陈牧师娘无？马紧，你先咱的秀基姐有伊的信封无？歹势，因咱即下咯，信封有印伊名，煞颠倒爱袂当摕一个代表啊，真歹势吼。来，搁有咱的牧师娘吼，搁牧师娘咱吹出来，拜托。陈牧师娘，来，咱秀基姐，咱甲拍扑啊，翕一张相。来，搁有一位90岁陈永顺牧师娘，有无吹到无？来，咱请来林清长老代表好啦，林清长你伫遐，来，咱摕互咱的牧师娘来看头前翕一张相来。请问咱的王张秀芬这有伫遮无？90岁。咱教会有4位90岁的咱的受请啦吼。咱即时请所有70岁以上的兄弟徛起来，阮甲你拍扑鼓励一下无？徛起来，阮甲你表示恭喜，恭喜。好，大家请坐，请坐吼。牧师做一个补充报告吼。咱即个时阵，咱的长级，伊会看到你的名摕去互你。今仔日若有人客来，咱有一个小礼物，咱请满足长老你若注意者，有无伫名单内底人客，咱送一个小礼物。但是牧师爱补充2位啦吼，一位就是咱陈丽用姐，是第2场礼拜才会来吼，咱是正义长老的小妹。搁另外一位一位咱有伫咱遮聚会，但是名单老高吼，籍也无伫咱遮，就是咱的刘建南兄。刘建南，你徛起来，阮甲你鼓励一下好无？来，谢牧师，咱找看，咱请东港找一个无写名的，满足长老，有一个迄个信封无名无写名，会当加做一个礼物，因为伊伫咱遮聚会已经2、3档啊啦吼，但是咱无甲登记名单，真歹势吼。伊真客气啦，无应该爱甲查一下，查看名单伫遮吼。好，尼咱即马就要开始做报告吼。若有70岁以上人
人客无伫名单内底，咱来请满足伫落摕一个小小的礼物吼，到时咱来报互伊吼。好。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阮上年主日，伫遮呢，各位敬听的牧师、长辈兄姐，大家平安。今仔日是阮上年主日，感谢主保守上年，大家拢经过得着平安，嘛，互阮真正突破。唱华语的呢，阮遮的迄个啥上年吼，即届真正唱华语的，唱了有好听无？感谢主哈，感谢主，感谢主哈。伫遮我代表上年团契来报告，感谢大家对上年的疼惜、关怀甲奉献，互阮阁有交通方便来聚会。伫阮每4礼拜六，阮拢有聚会。阮的主题无变，话题轻松，阁有内容。目前有阮的客友有105个，平均伫迄个聚会60至70。拄则咱的牧师有讲，咱的上年的拢总134个，已经入来伫阮的内底105个。欢迎大家进入到阮的上年的团契。阮的聚会内容真丰富。每礼拜拜六无共款的内容，阮有健康的讲座，嘛有信仰的勉励，有灵命的造就，阁有影片的欣赏。一年呢有2季，春季的旅游，阮每3个月，阮就有开委员会、事工的检讨会，阮的安排的内容拢符合着阮上年长辈的需要。伫阮明年度的事工，搁较更加推动，阮就安排4组的长期要来甲因探访伫静养中的兄姐。伫阮的健康讲座，阮要搁有多元化，会详细安排心脑病院的医生来甲阮分享。第3点就是阮足重视，就是阮要推动超箴言。咱若同必，上帝就为咱同工。所以伫9月份有25位的长辈已经在抄箴言，鼓励这长辈，互因祈祷、读圣经、抄箴言。上帝话就伫上年长辈生命中发光发亮。恁看到阮的长辈，因的面是一个笑眯眯的，甲阮看一下，是笑眯眯。这就是上帝。也黄金粉伫每一个人的面上安尼水当当，亲像一张水的相片，拢永远袂褪色。欢迎大家来阮上年温暖这个大家庭。阮希望55岁的会友，欢迎恁来参加。阮的团契足温暖的哦，所以在参加的时，嘛袂互恁安那足负担。伫遮呢，祝大家平安喜乐，感谢。下面呢，请大家做伙来回顾阮上年聚会的活动的相片。来，请阮甲我，开始了吼。这拢是伫阮邀请讲师，伫今年度还会搁过。拢是嘛有咱的自然知识个牧师，阮的牧师嘛有迄个，搁有阮的迄个顾问，安尼好。这是阮邀请来甲阮教阮的迄个赞美操，好。这是心脑病院的医生吼，我这拢是全部，这拢是心脑病院的医生，阮的内容足丰富，阮嘛邀请有牧师来甲阮分享。阮嘛有阮少年的詹牧师，会当搁小可互较紧一个，较袂甲咱动咱的时间吼。这拢是阮今年伫正月份，嘛有咱的炎黄姐妹。这就是咱的木香老师，伫高雄，
这就是伊咧教阮整个迄个运动赞美操，你看，就亲像牧师讲的，阮无升迄个90岁、80岁的，阮像才升迄55岁尔。你也看，哦，这是阮的迄个啥，上年春季的一日游，哇，大家吼足喜乐的哦。这是阮参加上年部迄天有800人的参加，咱的上年嘛是阁有参加。咱拄啊即届敬老会有迄个拢总12位，即个敬老。感谢求上帝保守，嘛互牧师有足大的气力，互阮的少年团契，互因的健康拢无退，多谢。谢谢。咱多谢思源会长的报告牧师补充一句就好。咱虽然上年献诗遐尼侪人因感觉阁还无够热，咱也55岁就会使参加。你问是讲？我参加50岁，就去上年，毋是伤老啊？无，较早参加，你较知影讲我准备要进入老年的时阵要哪照顾我的身躯。因一个月拢有一遍健康知识。你若拜六早起，时间会好势，因足欢迎着对。毋通是讲我少年，来樱花节有遮无？樱花节，徛起来一个，徛起来。这嘛上年你无看？人少年就来咧，伊阁带足侪老人来的。所以欢迎毋免客气毋通想讲我来就互佫叫老去啊！你较早来较袂老，所以欢迎啦。意思讲鼓励咱若家中有那55岁以上，拢会当参加上年团契，这是咱的期待咱真多谢咱上年小等下第二场要佫献一遍诗大家来，大家休困啉一个水。牧师赶紧来补充报告，就要来结束咱来欢迎两位新朋友伫咱中间，有无？有迄个新朋友。第一位是陈宗庆兄弟，宗庆兄有伫遮无？来，徛起来，互阮甲你欢迎宗庆兄。欢迎你一个小礼物，互你做纪念。佫一位是罗佳宇姊妹，罗佳宇姊妹，咱是迄个新朋友欢迎你，欢迎你来参加，来一个小礼物，互你做纪念好，最后短时间咱今节目较侪，不过牧师是几项重要的代志要报告。第一项就是有迄个选举的，来陈宗庆兄弟甲罗佳宇姊妹，欢迎你继续来来，咱看下面看下面那个我们的选举的投影片，就是我们周报，就是我们程序，咱的一般的程序流程程序，咱礼拜的程序流程咱会记哩这足重要一定要报告。后礼拜迄个大画面就可以，大画面就可以。这个好就好，不要动了，我来动。咱后礼拜有哪照8:40开始吟诗祈祷开始做礼拜，一直刷落去，就是咱要举行长老甲执事的选举咱头前因为已经公布咱就无改时间。较早有一个联合礼拜是用9点，但是咱因为要选举嘛，时间较后拖，所以咱有照8:40来做礼拜，后壁段就要来选举。牧师阁补充一下，周末嘛有写，咱就无重复。顶礼拜嘛有介绍咱遮的候选人咱有五位的长老候选人，请会记哩。这5位的中间，咱只敢会当选3名。后礼拜若票分互你你咪讲大家拢足好的，袂要紧，规气拢互对啊。选咧到地拢无票一定要选3个就对啦。上帝会稳准，若假使无选着。伊毋是无代志做，伊阁有别项代志做这5位咱拢较捌，因为你做个执事甲长老嘛来阁即个个别我就无介绍阁来是执事有11个
11个，啊要选6个。吼，你有哪周报看一个，啊咱这个电梯搁看一个，咱先警号好，住厝先警号好啦，毋是电脑警的，机倒警的。啊，警号好，迄天来吼，画安尼时间较效率较好，吼，时间效率较好，吼。啊，牧师要鼓励吼，有人想讲，哎呀，选都互因去选就好啊，我去遐无聊啊，毋通安尼。咱上帝的百姓吼，咱都要用祈祷选举来互即个长老还是执事，伊有一个属灵的权柄。你听我意思无？你有选，吼，毋是讲你加你一票，伊爱甲你感谢，你爱感谢上帝，因为因有你的票，表示上帝甲即个权柄赏赐互因。这是咱基督徒选举的规矩啊，毋是甲一般社会选举。吼，社会选举即嘛。咱台湾毋知影奇怪，进入到2000年啊，还佫有人咧贿选呢，分咧庄卡拢分1000、2000、3000，佫咧分，迄都无合上帝意思。咱这是我一票是要祝福这位长老、这位执事，吼好吼。啊，其他咱后个礼拜就陆续来进行。佫第二个报告吼，就是咱即个现在咱的即个咱的啊。大岛团有举办一个荣耀丰收的敬家祈祷，为着要互幸福小组推动顺序圣神的工作，啊，所以咱伫楼骹有一张大张表，啊，会当分拜一到拜六礼拜，啊，拢你有一个时间，你若讲倒一顿要做祈祷，你甲签名落去。你要参加一礼拜一届嘛袂要紧，2届你若时间有无问题，三届嘛拢无问题吼。讲鼓励咱大家哦吼。好啊，搁一个报告就是讲。咱后摆的洗礼甲圣餐要伫12月17，除了这幸福小组要招因来受洗以外，咱在座兄弟小组内底有要受洗、要更新礼，还是要信仰告白，请恁鼓励踊跃来报名吼。因为咱需要先做一个头前的即个训练吼，啊，请大家踊跃来报名。因为时间的关系，牧师就报告到这，啊，咱小等上年要过来唱第2场啊吼。好，啊，咱来准备做结束，咱请。来，咱直接来做结束吼。咱要来吟上营的诗，《俄勒天顶主宰》，咱徛起来吟，来俄勒主。再来吟，俄勒天顶主宰，从这地对甲邦，保护万民，人人的菩提。当心俄勒兄弟，俄勒三位一体，白行相信。阿门。咱当心来领受上帝来恩典甲赐福。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听从，圣神的扶持、引带帮赞，甲所有在上年长辈三甲同在，享受平安、健康甲喜乐。也享受一切恩典伫咱正大家兄弟姊妹中间，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拢无煞。阿门。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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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门，阿门，大家请坐，默祷奏乐来避讳。